Hugo 今日要介紹開嘅卡，哪吒卡，而家開啦，好啦，而家開啦。呢度有層紙嘅，要掰開佢先會到。呢個係哪吒嘅第二彈嘅豆天包，第二彈豆天包。呢盒卡叫做第二彈嘅豆天包。差唔多開到啦，一共18包。豆天包啊，哪吒，一共18包嘅。而家開第一包先，睇清楚啲啊！第一張 QR， 第二張係3D 卡，第三張係 SR， 跟住呢兩張 R 唔使講嘅。下一包，第一張 QR， 第二張係 HR， 第三張 QSR， 封面係咁嘅。第四張呢兩張就 R， 下一包，下一張，第一包唔係下一包應該係話，第一張 QR， 第二張 HR， 第三張 SR， 跟住呢啲唔講，嗰啲係 R 嚟嘅，下一包。睇下後邊有冇嘢先。呢兩張唔識講，開始。第一張 QR， 第二張 HR， 第三張 DR。下一包。第一張 QR， 第二張 HR， 第三張 QSR， 下一包，暫時未出到更好嘅卡。QR、HR 嘅呢個 SR， 下一包。第一張 QR， 跟住 HR， 跟住 LR 呢張係 LR 啊，下一包。QR、HR、跟住 QSR， 跟住兩張 LR。下一包 QR， 跟住 HR 呢個 SR， 下一包。今次連續開3包嘅。睇下後邊嘅卡位先，好似冇乜分別。第一張 QR， 呢張 HR、SR， 呢張 QR， 跟住 HR 動畫卡。
SR， 第一張 QR、HR、SSR、澳江。OK， 下一包 QR， 第二張 HR、SR。今次連開啊，又係連開3包今次。後邊有張卡位擺出嚟先 ，QR， 跟住呢隻 HR、SR。呢張好似 R， 呢張 QR， 呢張係3D 卡嘅 HR、SR， 呢張係 QR、HR， 呢張幾有型嘅，跟住呢兩張唔使睇。好，而家剩翻2包。最後2包，睇下有冇 SP 或者 SC 啦。睇下卡位先。好似冇卡位喎呢包，擺到先。再睇埋最後一包卡位。都係得呢一張普通卡位。好啦，而家睇結局 QR、HR、QR， 呢張都係 HR、SR， 仲有2張，一張 QSR， 呢張都係 QSR， 睇埋都係仲冇靚卡，睇埋嗰2張靚卡，第一張。SSR 澳江，第二張係 LR 嘅新小炮 LR 啊，睇埋啲比較靚嘅卡啦，建議大家買嘅都幾平啊，一盒淘寶幾平嘅呢個，啲 R 卡都幾靚啊，今次嘅封面做得係唔錯嘅做得。3D 卡都有好多，啲 3D 卡同上次嘅唔一樣，做得幾好睇嘅，同埋啲 QR 好閃我覺得。其實仲有 SC 卡嘅 SC 卡，同埋 SP。咁，拜拜。